针对美国的对电关税就爱搁加上原本的关税，有可能拢会超过20%哦。有人嘛质疑讲，中央政府是讲了无解清楚。负责带团去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拄啊嘛召开记者会来说明，那么做伙来了解。双方也都肯认谈判有阶段性持续性的进展，也有达成一定的共识。然而未能够在8月1号以前来达成这个协议。那美方将台湾的对等关税由4月2号公布的32%，那么调降为20%的一个暂时性的税率，是一定程度的来反映了谈判的当前的进展。我国输美的这个贸易值里面我们是美国第6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个涉及美方它正在进行中的232条款的调查。那当时美方在232相关的政策还在持续的这个发展中那双方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